另外，美国总统川普是伫网络顶悬提出质疑，伊是质疑讲前总统拜登伫落任进前，拜登有签几百份减刑案，抑阁有特赦令。毋过川普是认为这拢无法律的效力，因为伊讲这文件拢是用自动签名笔签的。另外，美国前总统甘乃迪封刺杀这个案已经过60多年啊。川普表示，伫今仔日伊要公布所有的机密文件。美国总统川普伫家己的社群媒体真是写大文，质疑前总统拜登伫今年1月卸任前签署包括家己后生亨特在内几多百件减刑案，甲可能互川普针对的国会暴动调查委员会成员的预防性特赦令完全无法律效力，因为拜登伊毋是亲身签名的，是靠自动签名笔代签。Executive orders, those pardons from the former president now null and void? Well, I think so. It's not my decision. That'll be up to a court. But I would say that they're null and void because I'm sure Biden didn't have any idea that it was taking place. 根据美联社报道，自动签名笔伫美国已经有65年的历史。若输入个人的签名样本，机器手就会提笔复制签名。进前，美国总统、政府官员甲国会议员拢用伫签署批函甲法律文件，而且美国的法律嘛无规定，这文件必须要有总统的亲笔签名才有效。另外，川普撤销前总统拜登子女亨特甲艾希莉特勤局慰安保护，并且虽有效。川普的真实社群大文表示，艾希莉有13个特勤局干员大心保护，也有亨特，这些费用拢是美国的纳税人伫付钱。而且根据美国联邦法，敢若前总统甲伊的配偶会有特勤局的终身慰安保护，啊毋过因16岁以上的特殊亲属，伫卸任的时阵慰安工作需要停。只是川普甲拜登伫离开白宫进前，拢甲子女的慰安保护工作延长6个月。川普伫1月23日嘛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全面解密甘乃迪互人刺杀的档案。甘乃迪过身已经超过60年，伊的死到目前也是有各种的讲法。美国国家档案局伫最近这几年释出上万个刺杀记录，不过有几多成分拢互白宫以个案理由暂时保留。国家2022年12月，差不多500万页最新机密，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布差不多97%的档案文件。We are tomorrow announcing and giving all of the Kennedy files. 川普虽然无讲会公布倒一寡新的详细文件，不过嘛表示所有文件拢会完整公布，未经过任何编辑。公司新闻新乐会编译。